还是放不下那个小坏蛋。这满街的邻居谁不怨，谁不知道他把你弄得一肚惨。我也不知怎么了，夜里常常把他梦见，一副凶相，一双泪眼，醒来又见他在微笑，在埋怨。我看你再可怜，真是没出息，到了后江院。哎，水大先生已经走了，怎么还留下一条细裤？难道就是光着屁股？进屋吧。好人啊，我们你回来了，黎民百姓同在，啥要我们长生代。台本里不在夜间说风雨，台本里不在路路长街，台本里小弟他叫起一记一滴，台本里你千场一口香香喷喷的命。大家如此宽容我，真是我的福分啊！快进来吧。圣诞，你不舒服？我有些头晕。头晕啊！等等，圣诞，你是不是经常恶心和发慌？这里也有点瘙痒和笨胀。是。哎呀，这就对了！真要恭喜你呀，沈小姐，你有喜啦！明是子太安前事实长，小东西他想出来呀，夸他的亲爹娘，宽他的亲爹娘。听着，看不成姓杨的这个坏蛋，还真有两下子。他把你骗了，却见你留下了一股忠。这张支票可不能让他飞了。这是真的吗？一个小生命就要在我身上诞生了。啥是情？天水深远，少年英雄，去了来到生死间，少年英雄去了来到生死记不得那个夜晚，说不清几多心酸，流不完喜泪千行，诉不尽一恩怨。
人去远，恰留下爱的缠绵。也喜也悲，也欢也怨，是恩是仇，是苦是甜，是苦是甜。苦辣酸咸皆成味，命运将过入血脉。这根在我心底，命运将过入血脉。这根在我心田。圣代，圣代，老王，终于见到你了。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已经2天没吃一口饭了。交给我吧，我接他做碗面。圣代，你真是天下第一的大好，自说。啊，老王，快快进去啊！你等一下。老王，把这些走道拿去碗洗米，就家人多方便。这不可以。就这样，快去吧。哎，圣代，今天的你似乎格外激动，因为我有孩子了。哎呀，圣代，恭喜你呀！圣代，恭喜你！快去，老王，快把你的家人招过。啊，好好好。我的毛蛋，等我。为什么要去你的孩子吃啊？这个馒头是我从饭店里要来的，是我先拿到的，凭什么给你？你去找生的呀？还钱、余粮、余米呀！你吃的，你的孩子全给我了！你吃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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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怜的人们啊！我晓得你们是我的，可是无论怎样，你们不给予孩子真枪实罚。可怜的孩子啊，自古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注定了贫穷、自私、懒惰。那么你们长大以后，也一定会和别的孩子争着法抢东西。不，我的孩子就不能这样。可是圣代呀，圣代，你现在的处境跟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孩子没了父亲，仇敌奄奄一息，神仙不再眷顾，生活没了目的。孩子生下来该怎样过活？我该做怎样的努力？圣代呀，圣代，你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呐？我的孩子，母亲知道该怎样做。
了。催生母心面转，四渡至今是本源。唐山川连孩儿暖，母亲团把算灵魂。唐山生是孩儿暖，母亲把生死靠天边，跑天边。万代孩儿不为情，不是麒麟在人间，卷卷自喜天地间。我不怕千山走来万生烟。看来表兄还得来，那好，就让表兄再一次测验吧。应嫂，你是谁的？刚才我表妹借了我一张支票，我要拿这些钱去打一个私人场，让那些吃不上饭的人统统到菜场来做工。谁的就是谁的，心狠水辣，又有才华。他用他的智慧，宰杀傅先生的牲口权利，为穷人们建造了一个丝绸之家。哇，金银有道，财源滚滚，官吏连岗，遍打提拔，谁管不听话？十来一回，那些平常过好吃懒做的外人，如今个个你追我赶，不肯落下。我嘛，儿子也生了。法官，
先生，瑞达先生，你生来的名义控告我破坏婚约，还天尊200块银元。今天一早，警察就找到我家了。瑞达先生，瑞达先生，我是来向你求情的，看在观世音菩萨面上，放我一马。杨生先生，这得糊弄了。啥你愿意送得出去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200块银元嘛，可以慢慢从公检中扣去。我愿意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痛改前非，改邪归正。我要从头颅中放弃，也要做一个顶呱呱的老大。不许偷懒，好好滚活！落开，落开，好好滚滚，落开，养生，落开。对不起，应该是5块。怎么回事？先生，我被法庭传讯没来上工，所以不该放我6个老同事的工资，你记错了。那还不简单，5块。你就是这样发工资的？隋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杨生先生，你不是很爱金钱吗？所以他先生按劳取酬不偷巧，怎可随意虚假报？辛苦挣钱讲本分，不是我的，我不要。你到底还是走正道了？为人生日最重要，年年回顾建成要，这监工的从人嘛，你来挑。多谢隋大先生心诚。还不快去干活，快去！好好干活，不许偷懒。养生恨，养生多，快点传，快点传，谁能负？快点传！是虚是字，要你偷懒，吹起雨不许偷懒，快点传！吹起雨风。沙僧想偷懒，一边不逃城，叫你偷懒，偷懒，偷懒！好好干活。不行了，银嫂，太累了，累得我
都有些发晕了。你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千万要当心啊！啊，你把领子解开，为舒服些。哎，工厂的事啊，先让那个外小子管管。你放心，表哥的事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英嫂，我就指望你俩。小儿郎渐渐长大，我心慌，怕着怕遭人议论父子长。聚散时吃得好，睡得香，辛苦批判。言是尽老板的肚子，哪个不是不能？孩儿生下后，托人抚养，饭不能上阳寿，见他模样。养生他一转变，发愤图强，啥能够同情从远于何方？想到此不由人心中泪淌，不奢望养生他从未身旁。夫妻情从长计方言亮，言是非人不可自强。谁呀？石父辈，如今这工厂走店，花的可都是石父的钱呐、他要是知道了这孩子的事，那不是……那怎么办，英嫂？怎样才能瞒得过他？永远瞒也瞒不住。再说，对他也太不公平了。好好管我！雨生来了。啊，沈大先生，我听你的，剧怎么办？这是个必杀，就想偷懒。老板脸色很难看，不舒服吗？最近又好发脾气，而且优柔寡断。公司希望他的代表穿得体面些，哟，何必专门为我花钱？合不合适？试试看。我现在也算是公司的管理成员，公司若有什么新的规划，让我也好知道一下嘛。老板，我看师傅的主卷就蛮好，可以给一个新的初级。我去跟梅太太谈谈，如果能租用她的房子，那些七老八十出国不断退的，就可以统统滚他。哎，梅太太能同意吗？不瞒你说，只要我在喝茶的时候，轻轻地摸一下梅太太那微胖滚圆的膝盖，房租就可以少交一半。我不许你这样做。公司的声誉，请你想周全。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莫非听到什么风雨传言？我不管什么谣言。你的脾气是越来越坏了。我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你从不笑脸？难道在这个城镇里，所亮的生态就对了吗？你们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恨不得堵上他的臭嘴，
沈太在哪里？与他何关？沈老板，沈老板，沈老板，老王啊，杨先生，与何归关啊？沈老板，我想问问你，沈太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到底去了哪里？老王，沈太他是出远门了。可今早上有人见他又在小店旁四处征战。这不可能！沈老板，数月前，沈太小姐亲口告诉我，说她已经怀孕了。胡说八道！沈老板，你表妹是个好人，她可是终身县万里挑一的大好人呐、她就要做妈妈了，你们不能不管她，你们一定要把她找回来呀！沈太怀孕了，他妈的这个贱女人怀孕了，我有儿子了，儿子却不见了。沈太的可是。真是大破铁叶风没成，原来有人太可了，有人发作了，沈太才演了，外人太路了。想用一顶帽子来打发我，没有这么勇气。你还没有走，我正好要问你，我的女人在哪里？你听仔细，天上好像有飞机。你岔开话题是故意。你慌忙还是杀奸？对过往放弃的女人，为何时时感兴趣？对，我一定要知道沈太她到底在哪里。她出门了，很远。我看分明是有人把她关了禁闭。好有想象力，说说看，是谁管他禁闭？是你。你又在当什么鬼主意？你的企图在哪里？我在公司的行走位，你是否可以再考虑？你要什么行走位？你的企图好诡秘。杨生，说什么？你到底要管什么？我要当经理把你踢出去。四哥，我答应了你，你的女人怎样处理？你说什么？公司公司女人女人两选一，两选一，你
要塞。哎，我要塞，这我用考虑，只要你把公司全给我，那个女神，对，那个女人，那个爱你的，可以为你牺牲一切的傻瓜女人，怎么样？那个女神，我放弃。在你未当经理之前，我先把你踢出去！你叫我滚，滚，滚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我还会在未来的叫你回回来不及。哎呀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，圣代？哎呀，水大先生，水大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孩子在哪？你告诉他，他的父亲死了。是谁的先生嘛？余生刚刚告了你，说你是梅海生态的凶手。是他？对，是他。你看是否可以对付你？凭什么？凭我刚才听到我那女生的哭泣。里面没人，只有这个水烟盒，这是生代的。哎呀，快快快快！哎呀，这对金我曾是生代的，生代小姐用它替我保护伞，是真的，生代的，生代的。水大先生，这么说，你知道生代他现在哪里？还是他的人分明是你？对，老板。生代到底去了哪里？他哪里也没有去，不过他也确实该回来了。那请水德先生跟我走一趟，警察局。麻烦麻烦，委屈委屈。走吧。诸位，听说小镇上来了3位法官，哇塞，精神对水，企图不凡。对对，听说他们身上的小道具很值钱，他们是来伸张正义，惩恶扬善。乖乖，这是谁的？这完的。只要随他一还台，我们就成为死者的。这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进去，快！
成仙。下去，下去。你是谁的？现在有人控告你，使你把圣代圣长义图谋不轨，触犯法律。你是锤吗？我是锤。是锤？怎么考虑？圣代小姐虽然我们，他却叫警察拘留我们，我抗议！为你偷东西，我们去宽望圣代，他却把仇店八转为己。你们这些寄生虫，不劳害我浑水摸鱼！杀父当上我，他却把夫人做伪证，打王鱼。渔夫告成立，此事我才查，法庭不会信你。杀鸡！被告人谁他？你有什么要答辩？法官大人，为小弟，我只做了好事一件，那就是每当我表妹姐姐苦为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我才出言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让他们居住小店呢？表妹的小店不是傅燕子免费招待的客餐。你撒谎！我可圣代他情愿。他情愿。法官大人，我表妹根本不懂做生意，她竟然要卖掉丑店，去帮助一个飞行员，我还逼我为他筹钱。我可以证明，因为他和他在爱里。可你却将他圣代去和他居住。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，因为他心爱的男人胡来刁蛮。你说的是他。因为他胡来刁蛮，所以你把胡来安置在了你身边。那是为了让你变好，让你改变。可他却变得更坏，他是天底下最坏的公人刘备。我坏吗？坏吗？难道比他还坏吗？你坏，因为你靠欺骗，你用我妹太太的膝盖来介绍房钱。你还讲啥事体拉上我，帮我付得价？你哪个死人们还去？父亲，法官大人，他与才，因为在死水场的屋里，我听到了声带在哭泣无言。怎么说？他娃娃查，你真的听见？真的听见那哭泣声，令人心错。那真的圣代在无言。当错，你曾经使他哭得很惨。薛老板，圣贤及圣代的这般小店，那可是银山的一股小小圆圈，可你为啥非要破坏阻拦？因为不这样，银山就意味着毁灭，圆圈就要苦过你这个笨蛋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隋唐你就是圣代的天地他文。不，我与他情同血缘。父亲，谁的？圣代在哪里？今日他必须出言。否则就无法交爱。你是不是已将圣代杀害了？怎么把圣代给杀害了啊？你怎么杀人犯？你怎么杀
生的没有死。你是什么？他到底在哪里？他竟在眼前。你是什么？我就是生态。来天将他两断生来一娇女，楚楚可怜生，父母早亡故，孤苦寡来恨，10岁写姑父。埋石狗栏门，父有千银长，时写人欢，写人欢。那日倚窗帘，巧女神仙里，几说啥思想，翠葵从今，我来此红月，凌晨飞时辰，凌晨飞想不明白，我们今天节是上面去人算呢？等等，是不是来的人太多了？不在乎人满为我，一回去少穿，只愿我府里自称，更担心小便太太。有这么严重？难道银銮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法官啊，这些穷人三番五次将他欺骗。为自己心里两寸空留下死的不懂，只好把自己来装。别人表兄结为有句。难。
不幸，情欲空药。奶奶，怎么又被骗了呢？是了，怪他自己心情转变，怪他自己思想而乱。你既然知道他是个坏蛋，为什么还要跟他爱恋纠缠？是啊，真的，你是个大好人，哪怕吃亏上当，都要继续应存呐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心中永远有梦，借我杨船也留伤痕，为什么好心遭却见？为什么恶因女人尊？莫非是人皆从因算知道么样寻？老者困于等，团蓝泪终生。生存是公允，逃避却是真。贫穷是道德错理必本命，北京少林是生人负人心。谁人能及此本人？万物清真不混腾，当头棒喝一杯半，真龙发挥心思深，看清诸位梦醒梦。银葫芦撑天大地不枉为我不是个好人，也不是个坏人，我和大家一样，只是一个平常之人。为了救济乡民，为了所爱之人，为了孩子不受饥馑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可是神仙呐，好人为何如此难做啊？神仙！他到底是个好人，还是个坏人啊？恶是做绝，算是做情。他是个两面人。我们到江南来找好人，却感觉他像个坏人，叫我们事后交代呀。我们不能上问天庭，下启民众。乃
心失去了偶像，因为失去了榜样，道德失去了楷模，前进失去了方向，爱过相当严重。对，他必须是个好人。对，他绝对是个好人。是的，我们决定了，谁的当庭释放，你必须留在江南不动身。留在江南，为什么？因为江南需要好人。不，我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已疲累，消沉。兄弟，你要振作，你要保持真心为本，你要坚守节节相传呐。对，真心为本，节节相传呐。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哎呀，真的呀，你是万里挑一的大好人，这个责任你必须承担。首先，那我需要表兄。不，他可是个外人。1个月再来1次2次，1次不？哎呀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现在我们庄严地宣布，生的是标准合格的江南好人。神仙，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这个责任？因为诚心需要好人，民众需要好人，社会更需要好人。